感谢主，我们今天呢继续要透过《约书亚记》里面这本书征服人生，它所给我们的一些美好的架构，一起来从《约书亚记》来造就我们的人生，成为一个征服的人生。那我们今天已经进行到这个尾声了尾声了。原来是有21天，但是牧师呢，因为上个礼拜我们举行圣礼典洗礼，那我觉得这一篇的信息很重要，所以我就再把一些还没有讲完整的，在今天再补充那能够让我们的这个信息的一个造就能够更彻底、更明显。我们今天的是在第19天的第19天是化解误会，那剩下还有后面的2篇，刚好我们在6月底7月1号就完成整个约书亚记的研习。那我期待有机会呢，你可以再做一些复习啦比如说把牧师的周报里面的大纲再做一个整理，特别是你在读这本书，因为我们不是说我有聚会过了，我听过了，那再见，下一次再领受新的，那这样永远听不完，是因为你把这些信息看成装备自己、造就自己、改变自己征服人生的一个能力跟力量，所以这个变成你自己得到的。我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一种温暖跟感动我们教会好多位弟兄姐妹，特别是长职呢，他们来教会聚会呢，他们是参加粮堂的，而且还包括服事。那他们要一个礼拜听牧师讲2次道，讲同样的主题，你觉得他们是浪费时间吗？你觉得他们是听不清楚再听第2次吗？我都觉得他们是真的为神摆上，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加倍的祝福。我们为这一群2堂礼拜都参加聚会的同工鼓励一下好不好？感谢主，因为他们把渴慕神、敬拜神当成最美好的时刻，你就不会觉得时间太长，你不觉得浪费了时间，而是你加倍得到的祝福的。那上个礼拜我们曾经提到了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菲尼哈听到这个以色列12个支派彼此有分裂的危机，那当这个和平的使者，那就开始展开斡旋那我们要再补充一下说，为什么这2个半支派会跟那10个半支派产生冲突呢？原来是你看这个地图，如果从中间画一条线你有2个蓝色的海跟左边那个大海的颜色一样的，这就是约旦河的整个流域，上面是加利利海下面是沿海或是死海。那早期他们那个时代呢，有河流就等于是一个天然的屏障，没有像现在道路桥都那么的顺所以呢，在右边就是所谓的2个半支派2个半支派这个马拉西还有迦得跟吕便所以呢，因为有这个地理上的隔阂，当左边这一些比较多的支派听到说你们在约旦河东筑了一座坛，哇，还没有问清楚就开始心中紧张起来了，心中竖起了敌人因为呢，他们上个礼拜提到说，因为有他们的族人在早期的时候曾经因为筑坛拜偶像，上帝生气了，降下了惩罚，所以他们一听到筑坛，好像就是一种恐惧感一样就好像有些话语呢，我们对他有恐惧感的，一讲你就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那这个难免，因为他们发生了这个是另外一种地图，就是中间那条线右边的就是那2个半支派。那他们曾经遇到这个比尔事件，因为他们筑坛不是敬拜神，是来敬拜偶像难怪神就在施下了他的一个惩罚。那我们简要的在浏览上个礼拜，我们曾经讲过很多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在约旦河东的吕遍人、迦得人、马拉西半支派，他们筑了一座坛。那这座坛呢，本来
心思很单纯呐。不过问题来了，其他支派只凭假消息，或是听见了、听说了，有人说，台语说听地讲，哇，就问题来了，因为他们认定他们族坛，因为早前那一次伤害的伤痕累累啦，比尔事件让他们心中恐惧了，所以就认为说啊，不行，赶快先发制人，赶快把它消除掉，才不会再让上帝来处罚我们一次。所以我们就认定他们是去拜别的上帝去拜偶像。因为这个比尔事件，他们当时就是因为以色列百姓曾经驻扎在石亭这个地方他们犯了淫乱跟拜偶像的罪，那上帝惩罚不是小事，因为24000人上面，哇，他们记忆犹新余记犹存各位弟兄姐妹，你还记得2003年台湾发生的 SARS， 对不对 ？SARS 就很可惜，有几位失去生命了，特别是医疗人员。我们全台湾都恐惧的不得了，对不对？大家都那个时候流行口罩，当时制造口罩的突然间生意很好，后来大家很习惯戴口罩，就是一个瘟疫是不是小事？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看不到病毒，我们看不到细菌，你会恐惧。那难怪这些10个半支派有这么样的一个很大的反弹。那天信错误的消息，加上上帝惩罚的事件，让其他的支派义愤填膺，马上要起兵来攻打他们。还好，后来呢，约书亚那个时候还是当个领导人，他就赶快做一个危机处理。其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人生的经历当中你不可能预防什么事情发生，对不对？那这个是常常在不小心当中，事情就出来了。你在做事情的当中，突然间一件事情出来；你在做研究，你在做实验，也常常你是没有不预期的就发生事情。那重点是，你能够非常迅速的处理危机。那这个危机比可能预防还重要。所以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就被派当时的民使者前面沟通。感谢主，这位有个民使者做得很到位他做得很好，他还选出10个支派的首领加入调查班，从里面的做见证，说他们调查的对不对？那这个危机处理呢，能够最后完成一个美好的结果，因为辉尼他不住使命，审慎沟通，追求真相，终于最后化解了各支派的误会，重归和好。那我们在上个礼拜把这些故事做一个总结，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跟省思第一个就是说，审慎判断讯息的真假，因为我们的人性很好奇特别是我们没有预期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我们认为应该是这样，突然不同的讯息来，因为这是真的吗？是对不对？你就会非常的去注意但是好奇心加上赶快要让人家知道，所以就传递了错误的讯息。所以我们不要随错误的讯息起舞，应该谨慎判断理清，更不要随意来散播。这个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包括一个人做人做事最重要的一个醒思点。我们也知道今日的社群的媒体很多假消息，我们上个礼拜甚至提到FB 曾经影响到整个美国总统的选举。因为大家散布假消息，我们叫做假讯息的工厂，专门制造假消息，因为他们想要这样子。后来我们还知道说有网军，那不得了了，他能够左右一个政治、一个国家，那真的是太危险了。所以呢，我们基督徒，特别是我们一个现代人，我们特别要提防假消息泛滥，而且不要成为散播假消息的共犯。你可能牵手一波一转传，那可能会造成很多人的一个伤害。前天我听到一个调查，他说，通常你接到错误的讯息，你以为是对的，你就传给100个人。好了，那传出去你不知道吗？人家赶快告诉你的好朋友说，某某人，你传的这个是错误的，或是已经更正过了，不对呀。你听到会觉得有点害羞，有点不好意思，对不对？但是他说调查通常
你不会再用心再传100个，你的朋友说对不起啊，我刚刚传的是错的啊，你不要理他了，把它删除。通常有人是觉得自己理亏，是觉得不好意思，他就没有再转传，他没有转传，你没有收听，那其他99个可能都得到错误消息，他再传给别人，那不是你是共犯吗？你是一个受伤者吗？所以呢，我们很重要，是因为我们人所知有限，我们不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千里眼顺风耳对不对？所以你不可能调查每一件事情都很清楚。所以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在教会的群体中要杜绝那个俄语、没有根据的批评跟小道消息，那避免爱的共同体受伤，甚至陷入这个分裂的危机。好，其实有些不是故意的，有些是你不小心听错了，因为那个语音有时候会模棱两可，有的是假是真。我最近感觉更明确，因为牧师的家族这个听力不是很好到我这个年纪开始有点听力会敏锐度不够，不是说很严重到都听不到，但是有些小的声音或在嘈杂的环境，你没法听清楚。所以有时候比如说师母跟我讲说是 A， 那我听成 B， 而且还说对，好，其实你听错了。然后后来还见过说你讲错了，不对，其实是你听错了。最近有一个有趣的那个什么笑话，就是说，有一个老师在黑板上写请问9班跟10班有什么不一样有看到这个笑话9班跟10班有什么不对？原来9班是台语的，10班是国语的。原来是龙胆10班跟龙胆9班那样。台语跟国语就会转成9班跟10班那有一次呢，一个妈妈打电话给她在外地工作的儿子，因为很久没有见面，她就问说：“儿子你现在在哪里呀？”没有。那儿子就说：“因为他当时的电话不是像现在的手机那么方便，他就讲说：妈妈，我现在在水里。”他说：“你在水里怎么可以接电话？”他就给其他朋友说：“奇怪，我儿子在水里工作了，他不知道潜水还是干嘛后来查出来，原来是在南投的水里，在南投的水里工作，在水里所以很多我们没有办法预期的，你都会接收到假的讯息，或是错误，或是误听的。那问题来了，你把假当真，然后又把它传递出去，就会变成俄语。有时候无可厚非，当成笑话一件，但是有时候会伤到人。所以我们期待在教会里面，大家也有非常严格的，或是说非常严谨的要求，我们在杜绝俄语，而且无根据的批评跟小道消息，因为这样才能避免共同体的受伤，甚至呢陷入分裂的危机。我们常在讲说，我们教会呢，特别在长老教会，我们很不容易推动小组事工，有些教会做不来，你知道吗？为什么做不来？第一个，没有人要当小组长，因为小组长要担负起小牧师的责任，要牧养，要关怀，要造就，而且还要维持整个群体的一个和谐。但以前我们长老教会习惯说，就当一个消费者就好。消费者意思就是说，我有奉献啊，我有来做礼拜啊，大家一团和气就好，就回家。那小组是为了要大家彼此造就、栽培，甚至重要的是关怀跟医治。所以呢，我们常常在家里面，在朋友面前不敢讲伤心的事、难过的事、困难的事，这个没有面子的事，你愿意在小组里面分享？请问他对这个小组信不信任？因为他信任你，他知道你们是充满了耶稣的爱，要关怀我，要为我祷告。虽然可能没人帮什么忙，但是当你们乐意倾听的时候，我的心就得到医治。当他带祷的时候，你得到了改变。你会在这个小组里面分享说，我多么
得到这个改变，得到一个解决的事情，我心中何等的喜乐！这个小组就充满了活力，因为里面充满了生命的力量。但是因为我相信这个小组，我信赖这个小组，我这个小组有安全感。但是这个小组不管你办多少好的活动，多少礼乐啊，多么好的节目，但一旦有人把这些伤痛的话传出去，把那些人家的隐私当成小道消息传出去，那这个小组就垮掉。你知道，很多政治人物平常很风光一旦被一个什么事件、什么水门或是这个他的那个缺点一挡哇不得了，那个支持度就降了10%、20%，甚至就离开政坛，你知道吗？所以呢，牧师很慎重的说，我们的会友要成为持摇者，每一个都要做到这样，因为这样要让群体更和谐，更具安全感。因为这是我们的家，家是彼此包容的，我不讲家丑传出去的。所以呢，还有一个勉励就是说，我们教会要兴起更多的非尼哈，我们消极的要限制自己，管理自己，不要当谣言的传递者。但是更积极的是，我们要兴起更多的这个和平使者，因为它会当成教会的一个润滑剂，让一些无谓的这个冲突或是一些误会就能够化解，因为它是和事佬，它是一个润滑剂重要像台语的汤抠，一些要分崩离析的，或是要动的再透过一个汤抠把它抠住，那就恢复了它的力量。所以呢，我们期待教会有很多的化解纷争的沟通者，有更多的亲和力，特别是有幽默感。我很欣赏，或者说感觉很棒的是，有些人他会幽自己的默，来讲一些自己的糗事。他其实是为了要讲说，我就曾经碰到这个事情，所以你也不要太介意。那这种愿意开放自己的人，通常他就是这个团体里面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沟通者、协调者，或是化解一些尴尬，化解一些不明的紧张那我期待我们教会很多会讲笑话的人我觉得很欣赏，很羡慕，因为讲一个笑话，就把一些尴尬跟那些不协调就化解开了。感谢主，我们要在今天下半段的一个勉励，就是说，我们期待我们弟兄姐妹大家能够一起营造这一个非常重要的教会的文化，就是说造就话，说造就的话，祝福别人的话，肯定的话，正面的话，光明的话，然后这样能够让群体更和睦那我们刚刚读了那些经文，其实我们把它浓缩，就看到说，他们说造就话的典范就在这个故事里面。2个半支派，他们受委屈，对不对？被别人污蔑了，说你要去拜偶像。如果穿到我们平常人，你气得掉脚，你不打我还可以，我要换我打你对不对？有的人受委屈就要起来反抗的嘛，但他们反而不会觉得委屈，反而是努力的说明。他很认真、仔细的讲解给菲尼哈跟这10个调查团领袖来听，所以他们希望能够化解误会，而不是增加仇恨增加彼此的一个冤冤相报。那还有和平使者呢，菲尼哈和各支派的代表，他们也很用心的，就耐心的倾听他们的解释。不是一来就兴师问罪，好像是正义的使者，哇，讲了人家一无是处的，讲了人家头低低的都不能写说，这个都不对。一方面是耐心的把自己的委屈讲出来，一方面是很认真、很仔细、非常诚恳听对方的解说。其实这个故事在我们的小组里面，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同工当中，
这样的一个典范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呢，因为他们两个一个彼此共同的一个信念，就是我们要尊主为大，把上帝看成是我们的审判者，上帝看成是我们的中间的一个中保。那你就会觉得说，不管什么委屈，一旦把神放在我们当中，再怎么多的委屈跟这个冲突都可以化解。所以他们具共同体一家人的信念，两方都尊主为大，诚意沟通，说正面的话，彼此信任，不先定罪。到最后，感谢主，他们能够弥平争端，化解危机，免去争吵。通常有些人蛮奇怪的，就是说，大家彼此有争执的时候，就脸拉不下来，对不对？拉不下来，宁可大家骂来骂去，发泄你的情绪，那就不想去跟对方和解。要像做那件事情，比你拿起刀枪来打架还困难。这是人性，对不对？人性他的自尊，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矜持，但是你不处理，到最后变成野火燎原，整个事情都不能收拾。所以你看，最近常常发生一些政治的一个争论，我们就常常说，有些事情你要赶快出来解说，你要赶快出来澄清，要不然的话，很像温床一样酝酿下去，不得了，收拾不了。感谢主，我们从这边这两个支派，他们怎么样来解说？我们已经复习过，我们要读了经文了。简单来讲，就是说，两个半支派，他们目的是为了说，我们要不是存心要盖这座坛，因为我们盖这座坛是为了要我们的后代子孙记住这件事情，是上帝带领我们出埃及，带领我们进到迦南地，流浪与富裕之地。我们的子孙，你要记住这件事情，免得以后大家分开久了，在河西的这一群比较多的支派，就是我们所谓的这10个半支派，他们的子孙误会以为你们住在河东的这些百姓已经不敬拜神，他目的只是这样单纯的一个信念，所以呢，他们就讲了这些话，这些25节、24节就要讲这些话语的解释所以他就说，所以我们造了一座坛，不是要献烧化祭或祭物，而是要在你我之间以及世世代代做证据，证明我们确实在上主的正路里献了烧化祭以及其他的祭物和平安祭，把石头当成一个象征，当成一个纪念。我在第一堂礼拜的时候提到说，有一些长辈们，他们以前是从乡下搬来的，然后他们早期呢，因为当时的科技不发达，我们的地政不是非常的严谨，很多土地的区分没有办法用那个地籍图来查的，都是要请我们家族当中的大佬过来，好，兄弟要分家。我们的叔公、伯公还是什么的这大伯来见证一下，这里是田的这块田的头，那边是尾，这边拿一块大石头，那边也拿一块。记得以前我们就是这条线这个是哥哥的，这个是弟弟的，大家都没话说，大家遵守了。那换句话说，用石头来做见证。我现在人不打理这一些3代前的石头，他说对不起，现在的地籍图卫星的发现是这边才对，所以你要退2公尺，不可能就吵起来了，退了那2公尺，或者也不要说2公尺，就是差了一点点，那就要真的不得了。他常家族就是因为这样子吵闹，家族不和谐，到最后损失的比你得到还多。那这是我们要基督徒要分别做借鉴的那他们就是这样子有一个典范，他们彼此用语言来造就对方所以我们说，一个和平使者，他的审慎沟通，他的追求真相，就成就了美好的果实。那后面30节在记载这些话，因为他们说，听到了这2个半支派讲的话，他们都觉得很满意。哇，赞，很好。我们终于听到你的信任的话，就不再误解了。
他说以色列人民都很努力，并且赞美上帝，就不再提起要去破坏他们的土地了。而且呢，他们最后这一块原先引起误会的这块石碑土地祭坛，他们变成这一些人这两个半支派，他们说这是祭坛向我们作证了，证明上帝是上主是上帝，因此他们把这个祭坛叫做正坛。哇，变成原来是一个产生危机的，变成一个见证神的恩典的。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领受了这一章里面以色列人所发生的一个危机怎么化解？我们期待它的主题叫做那个我们族群、我们群体的一个关系。那我们需要学到一些很好的教导。那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推动这一些美好的学习，就是透过沟通跟对话，才能弥平争端，才能化解危机的哈。我们都知道喜欢知道新闻的人，知道上个礼拜6月12号，那美国跟北韩在新加坡举行的3金高峰会谈。那你如果在追踪这个新闻，知道其实，在年初才开始释放这个消息，不然去年这个金正恩不是在释放那个氢弹吗？还射了个长城飞弹呢，有点要叫嚣的味道啊！大家都想说不得了，这下美国就航空母舰开过来那北韩又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那台湾也大概避免不了受伤害没想到峰回路转。那北韩的领导说：“我们坐下来谈。”在里面有很多国际的因素，我们就不讲。但是他们竟然是70多年的世仇从那个国际法来讲，美国跟北韩还是处于战争状态。换句话说，我如果打你们的是很应该，我们已经70年前就宣战了，韩战的时候就开始战争到现在。那彼此伤害很多事件都发生了，不过他们竟然能够在剑拔弩张之间峰回路转，大家愿意坐在谈判桌来谈判。无论是大家的动机是怎么样，我想所有人都很乐意看见说他们愿意坐下来谈，能够化解这些危机。很多人都讲说这个好像一个阿公跟那个孙子在聊天不管如何，彼此有善意就能够处理这件事情。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北韩他们虽然用了很多心血去发展那些尖端的武器，但其实台湾他们那个地方很多人民都不够吃的，因为所有的钱都拿到那边去，他们为了经济，为了人民，不得不开放。那希望这个危机能够化解，像对台湾人其实也是好处很多，因为很多台湾人已经到那边去做生意了。2个礼拜前在我们当中做见证的这位林长老林长他在北韩做生意，你知道吗？在北韩开工厂，还开了一个矿场，因为他捷足先登跟北韩的官方合作，有一个钛的那个泥土的一个矿，可以提炼非常高贵的金属，听说不知道有几万吨的一个量，他看到这个开放，也许对他们很有帮助，因为他们做生意。上个礼拜在听他讲，他本来想说他想要把这个股份就卖掉，不想再去。他说这个风险太大，也许这个转机对他有一点新的启发，也不一定。不过最重要的是因为南韩有20%几的几率，在那个首尔这个大都市里面，几乎有50%是基督徒。他们天天在圣殿祈祷，他们在清晨起来祈祷，半宵也在祈祷神能够将福音进到这个北韩。所以不同的人对北韩的期待都不一样。有人想要做生意，有人化解纠纷的，但是基督想说要把福音传出去，因为韩国的福音其实是从平壤开始的，而且韩国会那么复兴。他们的那个教会会那么样的翻转，
其实他们当初100年前也是在平壤这个地方的教会产生翻转，难怪他们自己称呼说平壤就是他们东方的耶路撒冷。你看他们对北韩是多么大的期待。我们之前去访问了就是我们的中央主福音教会，这个牧师呢，他们已经用了很多的金钱到北韩去做慈善的工作。所以这个赵光基牧师曾经好多次到北韩去访问，之前还比较和谐的时候。那这一次呢，关键人物，我们最近在看世界杯足球，对不对？临门一脚是谁呢？就是现在的南韩的总统文在寅。这文在寅呢，他之前1个月前好像这个会谈已经要取消了，大家不想再谈了。没想到这文在寅很用心，两方去促成，然后呢，竟然让这一个原来要破局的这个会谈又重新恢复。难怪这个文在寅在这个川金会过后，他的民调是高到多少？高到75%多哎！你知道70%他的民调是多么大的数字？我们的小英总统才20-30而已。所以前几天刚好韩国在选举，地方选举，什么市长首尔的市长这些地方选举，他所领导的执政党就全胜完胜，对不对？因为他觉得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甚至已经有人提名要让他去争取这个所谓的诺贝尔和平奖那这样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说，能够化解纠纷，能够让两方和好，这样是神所特别祝福的。所以，因为这个文在寅他的故乡就在北韩，所以他特别关心这个地方的人民所以呢，我们知道说，再大的仇敌，只要愿意改变，误会都可以化解。那何况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族群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一个小组、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的这个邻里、我们的邻居，还有我们的家族，因为有人愿意当和平的使者。那透过这2个礼拜我们读的经文，那牧师会非常的郑重，或是说非常的诚恳的，我们呼吁我们教会，我们教会建立一个让人家喜欢的、让人家愿意来的教会，来参加聚会的教会。我们就是要勇敢的去推动，在教会的群体的积极面，就是提倡说造就的话，讲造就的话，正面的话，积极的话。刚才我们不是讲说，我们要成为谣言的一个止谣者吗？不传递讲到消息吗？这些是消极的部分。但是当你用正面积极的话，你会让2个仇敌变成朋友，你会让2个原来互相往来的变成大家愿意坐下来谈，那是何等大的一个美事跟成就呢？所以呢，圣经里面有跟言语有关的教导圣经，也许大家都很熟，我们也可以再做复习一下。在箴言、在雅各书、以弗所书、箴言都有提到。那像箴言也这样讲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不要马上做结论，马上做判断，马上做在心中产生了一个你的是否的概念，是把事情完整的听好。不然的话，常常你会尴尬，对不对？你会漏气，你在别人面前，因为你随意马上来回答，所以呢，不要让自己愚昧，不要让自己感觉羞辱那第2个是雅各书，雅各书呢3章18节到10节，他说：但是人从来不能制服舌头。它是控制不了的邪恶，充满着致命的武器。你有没有看到说讲舌头讲得那么严重的？雅各是这样讲，他意思是说，舌头是一个你无法控制的一个器官，因为它是从你的脑子出来的，是你心思意念出来的，你的情绪都是透过舌头来表现。换句话说，你的人在人家面前的评价。
穿的漂漂亮亮，很得体，面容也很慈祥，但是一开口，人家说嗨，一开口就知道有没有了，因为你的心思是隐藏不住的，你的舌头会表现出你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常说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灵修，为什么听神的话？因为你要改变你的舌头啊，对不对？改变你的舌头是改变你的心思意念，然后你才能讲积极正面的话。所以呢，他讲那么的严重，我们就知道上帝的话在提醒我们。那他说，我们用舌头赞美我们的颂赞我们的天父，再用舌头来诅咒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所造出来的人。那就说这个舌头是两面刀了，一边是伤人，一边是赞美人。通常我们在家里面很注重清洁卫生，对不对？你的筷子、你的汤匙掉到地上，你会讲这个不要用了。我们去外面吃喜宴，一双筷子不小心掉了，这个微的，请你要拿一双新的来。你不想再用旧的，不会想没关系的，那么快拿起来用，还能用吗？你不会。但是我们常常没办法去判断说，我这个舌头刚刚还在骂人，那现在哈利路亚赞美神，那这个舌头是哪一个对啊？咒诅人对还是赞美对啊？那个舌头就是那么样的奇妙。那控制舌头的是你的心思意念，是你的思想，是你的整个人的修养。所以他说，颂赞和诅咒都是从一张嘴巴出来的。弟兄姐妹们不应该不应该。跟他说，你到底要让舌头变成一个罪恶的温床呢，还是成为一个赞美神的工具？两个不能并存，不应该让它成为邪恶的工具。那第三个经文在我们刚读的以弗所书4章29节，他这样说：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别人，只要说帮助人、造就人的话，那是听见人的益处。我们都知道说，话就是刀，伤人于无形。那你不小心吗？不谨慎吗？所以就说要勒住你的舌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期待我们都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这样的一种美好跟合一啊。你说的每一句话，他说一句话说的合一，就如金苹果在银王之里。那另外一个翻译说，一句话表达合一，就像金苹果放在银盘当中，怎么样呢？相得益彰，恰如其分，让整个气氛都充满了美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小组当中会做那个破冰呢？其实要训练你说合一的话，说赞美的话，说祝福的话，说造就的话。期待我们就是那种很自然的，一开口就是祝福人、造就人、帮助人、鼓励人。所以呢，从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教导，因为你的话语是带有权柄，所以才说我们要说造就的话。第一个，上帝的话是灵跟生命。约翰福音6章63节这样说：叫人活着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带有生命的，带有权柄的，带有改变的力量的。所以为什么你是要读神的话？有些人可能心情很不准，也有可能是你心中好像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一个主张，请记得，就安静的把诗篇、把箴言翻起来。等你没有什么概念，你就把它念一下、读一下，因为圣经里面讲，上帝的话是灵，是生命。一旦你读出来，你还不知道这一段话什么意思，就已经在你生命产生改变了。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要在晨更或在读经的时候把它念出来？你是在见证神的话是灵生命呢。再第二个，生死在舌头的权柄下，就是说舌头会定生死。
箴言18章21节说：“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你说造就人的话，你会让他得到造就的果子。你赞美人，你看他喜乐平安，你会得到平安跟喜乐的果子。那当然了，你责备别人，你咒诅别人，你也同样收到那个咒诅的果子。第三个，我们说话因为有权柄，所以造就、安慰、劝勉的话是有力量的。哥林多前书10章3节，他说：“做先知讲道的，要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造就、安慰、劝勉。”那说这样的话，先知不是指牧师，他要讲每一个在分享神话语的人，每一个在小组里面分享的人，你都是成为一个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语。那我看到一篇施以诺医师，他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爸爸是一个信心会的牧师，他写一段文章很有意思。他说话语真的带有权柄。他提到说有一个妇人呢，她常觉得自己的丈夫孩子表现不达到她的期望，所以每到一件事情她不喜欢就完了，没用了。台语说嘛，就嘎嘎不哈了。老是在她心中没有一个满意的，练东练西练到最后了，她的丈夫就说：“好吧，就照你的意思了，我就变成一个 loser 好了。我知道那个没有什么努力，不积极的，因为再怎么做你都不满意，都完了，连那孩子也一样。所以这个家庭就充满了低气压，让人家感觉这个家庭要干嘛好像什么事情都不对劲，没有笑容，没有温馨喜乐的气氛。那原先这个妇人其实是期待她丈夫会努力，对不对？孩子会认真的，但老是达不到她的期望，她干脆就按照你的期望，完了，那到最后就真的完了。我另外一个故事是说，有一个少年人，他许多长辈都看到这个没什么出状，大概没什么成果，不看他的表现，说他父母亲很爱他，很支持他，很鼓励他。说后来呢，他的表现超乎一般人的期待，也在他父母亲的心中，他是美好的，鼓励他，说你行，你能够做得到。所以到最后呢，甚至就超越了他们许多人的期待，还有甚至前辈还跟他同才。那这施以诺医师呢，他就讲说，在心理学上有人这样做验证不是我们自己凭自己的想象说的。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做自验预言，它叫做毕马龙效应。也许我们当中有人学社会科学或是心理学的有这样的理论。他说，人若越用负面的言语、态度去形容自己或他人的未来，那就越有可能朝那个言语所讲的负面方向去发展。然后反面也一样，你常激励自己，你鼓励自己。我听说很多人呢，在清早洗脸刷牙的时候，对镜子说：“某某人，你今天一定行的，你一定能够达成的。”去鼓励自己，他讲自己，他就觉得充满了活力，出去就不怕困难。是不是我们每一次在面对镜子的时候说：“主跟你同在，笑那些你行。”我想，当这样激励你自己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既然我已经得到神的应许，我就是能够达成。那之前牧师曾经提到这个故事，我觉得跟这个正面的话语很有帮助就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大花瓶家爱迪生跟他的母亲的故事。因为这位妈妈对孩子的爱，她用正面积极鼓励、引导信赖性的教育，她终于造就了全世界改变全世界的一代的花瓶家，这个爱迪生。而这小故事在网络你就看得到，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说这个妈妈竟然能够在那么大的压力之下，没有放弃没有崩溃，没有哭得死去活来，反倒是对她的孩子充满了信心，因为她从小自己养大的。有一天，爱迪生小学的时候，学校老师拿一封信，说你拿回去，记得只有妈妈能看。
妈妈拍一看，眼泪马上掉下来，我他马上转头，把眼泪擦干，回转过来，给他的儿子爱迪生说：“孩子啊，我告诉你哦，学校的老师说你是一个天才，他们没有那么好的老师可以教你，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去学校了，妈妈亲自教，好不好啊？”原来，爱迪生因为从小就充满了一种好奇心，很会问问题，会疑问，他不把别人感觉是事实的事情就认为这样。老师有一次写说2+2等于4，大家才会说对，好记起来。结果爱迪生说：“老师，为什么2+2等于4？你告诉我为什么？”所以老师觉得很烦了，觉得这样子很难教，觉得他好像跟一般的小孩子不一样，讨厌。到最后写封信给妈妈，那妈妈就栽培这个小孩，让小孩自由发挥。在那里面，他的家就当成一个实验室，家里面有什么用品啊、钟啊、什么小机器都被他拆的七零八落，就是为了想要研究为什么。到最后，这个爱迪生成为美国最出名的发明家。有一天，在30几年后，他的母亲已经过世了。他的爱迪生整理他妈妈的一些遗物，一个资料夹里面，一个盒子里面翻开，其中有一张他很熟悉的信，就是当时他小孩从老师带回家给妈妈看的信。那封信他打开来看，那封信这样写，说这位妈妈，我们很难过要告诉你，你的孩子智能有问题，没有办法跟一般的小孩学习，所以我们只能告诉你说，你回家自己带大，因为他不是。爱迪生看到这封信，大哭一场。他说：“我的妈妈欺骗我30几年，但是她因为欺骗，造就了我这位发明家。因为这位母亲知道这个孩子不是真的智能，这孩子是不世出的天才，一般的学校教不来，所以他就亲自培养他，让他自由的发挥。那这个故事不是告诉我们说，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一样的。如果这个妈妈如果真的像学校这样子讲，她把这个孩子当成一个怪异的人物，也许他可能以后会变成家里面的累赘，成为社会的一个垃圾了。不是发明家，因为很多发明家，我们说天才跟疯子或傻子是一线之隔的。他的行为、他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啊，那被欣赏的人才知道，原来我们家出了一个天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家里面任何一个孩子，你都不要放弃他，因为你要在神面前肯定说：神啊，你将这个孩子赐给我，无论他将来怎么发展，都是神心中的宝贝。他要按照神的旨意让他发展。他会在他的一个专长，他神给他的恩赐里面为主的做见证，而不是按照一般社会的标准来界定你的孩子到底是合乎这个标准没有。那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一个征战，我们一定要超越了这个社会的标准。好，那最后不需要用很严肃的这个口气，或是严肃的一个恳求，我们教会要共同来朝这个方向来走，大家彼此的勉励，教会要极力来推行说造就化的运动。第一个，我们无论遇到任何的处境，圣经明明跟我们讲，你赞美神，赞美神就会改变你。喜乐要赞美神，你遇到困难困境要赞美神。就像圣经里面这样跟我们说，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缺乏，有什么样的困难，你就要感谢神，因为神会按照耶稣基督里面给你一个新怀意念改变你。所以呢，当一个人用赞美的心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已经慢慢在为你改变，为你处理事情。
所以呢，我们常常会听到说，为什么要诗班来赞美上帝？有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他们是一个训练敬拜赞美一个团体，他们说，在很多教会的经验当中，至高赞美是这个教会得到翻转最大的力量。你不要一看就教会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练了一大堆，教会什么事情都不好。要说神感谢你，我们有那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神感谢你，我们教会有那么多的同工，我们教会有那么棒的小组长，哇，每一个事情都赞美神，神就自动会在你所需求的上面供应你提供。这是我们第一个，基督徒要学会敬拜赞美神第二个是说肯定的话，积极的话，因为当你会有被赞美，不是被鼓励跟肯定的时候，教会是充满了一种活力。他做事情不怕累，他做事情觉得因为好像有一个让你在鼓励你，在加油的意思，你也不会觉得委屈或疲累。第三个就是牧师刚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提到一个非常好的标语，就是说推动口甜、脸甜、心甜的教会文化。当你的口甜、脸甜跟心甜的时候，你说的每一件事情，你都会看成一个即将要达成的成果。让外边的弟兄姐妹一进到教会的时候，看到一群口甜、脸甜、心甜的弟兄姐妹，他不要听牧师讲道，他就知道这间教会是我要来的教会。因为牧师讲再多的道，只能在这个时候30分钟、40分钟讲完了。但是这个道一旦存在弟兄姐妹当中，你的脸甜、口甜、心甜，就是碰到一个人就在讲一次道。也圣经就这样说，你要将神的话活出来活出来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一旦我们这样心中充满了一个积极正面的时候，你讲的话，你邀请别人，你欢迎别人，就成为神的一个代表，是神派的天使。前几天牧师参加一个研习会，这个教会的牧师是谁呢？是台北真理堂的杨林杨牧师。他们以一个教会之力推动这个全台湾的一个家庭的建造。他们在好几年前就下决心，说我们教会所有的经费，我们教会所有基督徒、我们的信徒所贡献的金钱，我们把一半拿出来干嘛？拿出来做整个全体造就全台湾社会的工作。他们成立了好多我们所谓的社会团体，就是为了要宣扬家庭主流化，在我们现在现在的社会，在台湾的社会，让家庭成为一个国家的支柱。然后他们就提供了这一个标语，他说我们要建造家像一样的教会，家一样的家，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就像家一样。那我们的家里就像建立像教会一样，就是家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家。我们期待我们的教会就是这样的一个让神所应许祝福，让每一个弟兄姐妹充满了受造就化的环境，你就看见神自动会带领许许多多他的百姓加入这个美好的神的家，愿神亲自给我们同在。